应元6年，江州爆发贪腐案，四皇子秦川不辞辛苦追查此案。宋阳，江州通判，任内贪赃枉法，数额巨大，天网恢恢，岂容你做漏网之鱼？虽然秦川容颜俊美，文武双全，但他的人生一直是个大写的悲剧。他幼年丧母，深宫之中无依无靠。二哥、三哥，他看重亲情，却被一心夺嫡的兄弟们猜忌排挤，屡次算计，就连感情也极为不顺。秦川，你出来！我告诉你，被姑奶奶看上的男人就没有跑得掉的。皇帝宠臣穆将军之女穆小西，垂涎秦川美色，纠缠不休。为达目的，穆小西特意请得皇帝出面，强行赐婚，嫁给秦川。求来了圆房的圣旨，就不怕你今晚不从？你写这种虐文，小心遭雷劈啊！你不懂，这年头写书啊，就是得不走寻常路。这说打雷就打雷啊！什么情况啊？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……小姐，你怎么把盖头给揭开了？你是谁啊？这是在哪儿啊？我是秀儿啊，这里是洞房，您跟瑞王殿下今日大婚，马上就要圆房了。大婚？对呀。我穿进书里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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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我真穿成我小说里的好色女穆小西了呀！这个穆小西开局强嫁男主，作天作地，最后落得了一个不得好死的下场。哎呀，我穿成谁不好，偏偏穿成他呀！等等，不对呀！我现在是作者，干嘛非得按原剧情走呢？我的剧本当然是由我来做主了。王爷，里边什么情况？这王妃在房间里面，她兴奋不已，她还说。王妃说今晚铁定把你给睡了。王爷，今晚上你可有点差池难逃啊！莫名其妙。弓箭手和套索手都已经安排在四周，到时候只要你一声救命啊！不是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就先下手为强。本王已经拟好约法3章，若是他识趣，倒还是可以给他一个机会。蒙汗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笑话，本王什么龙潭虎穴没闯过，还会怕一个色女？加油！保重。没收。色女猛如虎啊！
洞房花烛自掀盖头，大吃大喝，全京城，你怕是头一个吧？哎呀，反正你也不认我这个王妃，何必在意这些小细节呢？哦，对了，你把外面那些弓箭手啊、套索手什么的撤一撤吧，小心走火。你如何得知？我不仅知道这个，我还知道你现在怀里藏着蒙汗药呢，拿出来吧，你放心。第一，你我虽有夫妻之名，但并不会有夫妻之实，你不许觊觎本王。第二，本王生性喜静，如非必要，你不许出现在本王面前。第三，哎呀，第三，就算必要场合，我要与你保持距离，不能和你有半点肢体接触，是吧？磨磨蹭蹭的。好了，我手印已经给你按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俩就是表面夫妻，人前演戏，人后各过各的，谁违反规定，谁就是小狗。本王警告你，不管你在耍什么花招，都不会得逞。男人啊，男人，你不要以为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就这么自信。我告诉你，老娘可不会因为你一棵树而放弃一整片森林。这洞房真没品位，你自己慢慢动吧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我是书籍剧情管理官。你擅自改变了配角的命运轨迹，将要被雷击抹杀。哎，别，毕竟我是这本书的作者，可不可以抢救一下？作者呢有特殊性，那就抢救一下吧。书中世界会自动生成一些任务，你必须按时完成才能保密。任务目标：完成洞房花烛夜，二人共同躺在洞房内睡一夜，则任务成功；否则任务失败。成功奖励回城碎片1块，集齐10块可回到现实世界；失败直接5雷轰顶抹杀。啊？那我……不是吧？还得洞房？王爷，还没睡啊？约法3章第2条，如非必要，不许出现在本王面前。大家都已经是夫妻了，不用搞得这么生分啊。还有事吗？有啊，我刚刚就觉得呀，这洞房呀装的是真好，你一个人住太浪费了。要不今天我就勉为其难陪你住一晚上？大可不必，本王一个人待着挺好的。门在那边。境外，你这话太见外了。大家都已经是夫妻了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我陪你。你走不走？不走。真不走？坚决不走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哎，你谁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王妃，你先把我放下来，放下来！你放下来！
对不住了。对付这种木头，看来只能好好想个办法。穆小西，我说我在梦游，你信不信？就让我睡一晚，行吗？就一晚。约法三章的，绝不会跟本王洞房的。协议我们推迟一晚，明天我保证执行。放手？不放。放不放？坚决不放。求求你了，大哥，你把我放下来吧，我不把你写死了。我给你加戏，我让你第一集就当皇上做大官，我让你黄金万两。王妃，还是对不住了。秦川，你再不开门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新婚之夜哪有把新娘子扔到洞房外的道理嘛，对吧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刚刚想过了，既然你这么看不上我，咱俩结婚也没什么意思，所以我做了个决定，咱们离婚吧。和离。圣旨请赐婚的人是你，现在和离的又是你，真当这是儿戏不成？那你就不用管了，一切都交给我就行了。只要喝了这杯酒，咱们就真正的分道扬镳。你如果觉得在酒里下蒙汗药这种事情很高明，本王还是劝你收手吧。唉，真是世风日下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吗？我怎么可能在酒里下蒙汗药呢？不信，我喝给你看。看，一点事都没有。既然没问题，这杯你也喝了吧。它既然是和离酒，那肯定要咱俩一人一杯呀。所以，还是你喝吧。而且我酒量不好，万一我喝多了，对你酒后乱性，那岂不是完蛋了？你喝。等会儿，我喝就我喝。